究竟係自己眼角高定係冇交際完全唔出街所以識唔到人呢？咁但係即使2025識唔到人都唔緊要，因為2025嘅重桃花會延續到2026嗰個春天嘅，所以春天嚟講你屬龍都仲可以把握機會，除非你好享受單身嘅生活，咁就唔使把握啦，係咪？有啲人唔中意拍拖噶嘛，我都有個男仔朋友唔中意拍拖嘅，佢係拍得煩得滯，所以你無論男嘅好女嘅好，如果你唔中意拍拖咧，唔使把握桃花，淨係睇事業就得啦。咁因為今年嚟講咧，事業排第6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感情嘅排第10，事業排第6。咁感情方面，如果你唔中意有桃花都冇辦法啦。如果中意有桃花咧，除咗春季喺度留意咧，都要留意呢個係農曆4月同10月，亦都係重桃花月嚟嘅。所以春天跟住延續到4月，4月季都仲有個10月，都仲可以把握嘅。咁事業方面今年嚟講都 OK， 因為今年吉都有天解解神，逢凶化吉能發空中之力，同埋有8隻有利地位提升。咁8隻地位提升咧就對打工有幫助咯喎，因為今日比較容易升職門。咁升職同運氣就冇關係嘅，升職嘅睇人係升職門，即使你翻去春夏秋冬好運或者衰運都得，其實嗰個機會率係一樣嘅。反為做生意今年地位提升咧，只係有利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。如果你春夏天出世咧，今年容易有名無利，咁有名無利都唔緊要嘅，先打好個名氣。咁因為春夏天出世嘅人咧，係到2028到2037就輪到你就運氣啦。咁打好名氣地位，咁28到30歲進攻都 OK 嘅。所以今年個8個，如果係行緊運，當然4月開足未行運都咧，打好個名氣，咁嚟到人利就自然會跟住嚟嘅啦。咁空色有咩？空色係血人，手腳容易受損傷。咁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又唔係犯太歲，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損傷年，咁你少個血人星可能行街撞親隻腳啊，切咗少少嘅手指流少少血啊，就唔係咩嚴重意外損傷嚟嘅。咁如果你唔放心咧，都可以喺自己犯太歲、沖太歲月份嚟嘅3月9月，可以先月9牙化，但係都